節擺列排列，買天人票來擺列了。2插派共插派插派乜唔見得。3插頭插站台北插頭。4儲值留下來賬號簽語。5檔啊塔檔啊。6飛機場台灣最大嘅飛機場伫桃園。7火車坐火車去花蓮。8火車頭該為動腦熱。9風無奈叫風無奈。10改期待的重讓你改。11高鐵坐高鐵出差當禮片。12廣告這廣告花費不少錢哦。13響台風響。14紅啊特別需要當到紅啊是紅啊當暗你所寫你。15染新州染。16秋水區去秋水區請教練學秋水。17去期待士林去